报道。来看在台南市真受欢迎的观光景点安平树厝，最近去互民众发现讲路牌英语翻译，甲树厝 Tree House 写作是 Tree Mouse 树鸟鼠，互大家看到是雾煞煞。台南市交通局表示，可能是厂商物料唔对起，已经甲原底牌仔拆掉，即嘛已经换作是新的啊。安平树厝是台南市热门观光的景点，吸引不少游客去翕相。不过详细来看这路牌，英文翻译却是甲树厝 Tree House 写做是 Tree Mouse 树鼠，互人感觉是真奇怪。外国人如果看到，就说我们台湾的英文怎么这么差劲呢？可以理解百忙之中会有小疏漏，但还是要检查一下会比较好。民众讲，台南的观光客真多，英文翻译部分确实应该更加细腻。外国旅客也一下就看出这错误。I just come from here. Your Anping Tree House. House. No yes. mouse. No house. Yeah, it's a mistake. 民意代表也要求市府的相关单位应该赶紧来修正，以免互人笑。台南市交通局是讲，可能是厂商做唔对啊，已经将错误路名牌给拆登去了。路名牌音译错误一案，本局早上已经将错误的路名牌予以先拆回，后续将紧速复旧。误植了哈，转而变成 Tree Mouse 哦，这个造成这个很大的一个笑话啦。安平这几年来一直在这个观光的一个表现上也逐渐这个可以迈向国际城市的一个之列啦。英文的一个这个注解翻译就相当的重要。其实这不是台南市头一摆翻译出包，进前闸门溪投资桥的英文填牌，才互民众发现写唔对去。台南市水利局也派人到现场来看误错误，并且赶紧完成修正。进前的历史建筑新华武德殿英文翻译也讲唔对，固定的古迹一在金城英文翻译也无统一。想要变做国际化观光城市，英文翻译却是一直写唔对，要好好来检讨。记者综合报道。